今仔日我有无共款的心得有无共款的想法。就是其实我嘛是拄着代志，我就甲隔壁的同事讨论。虽然讲伊拢是相信科学，毋过咧，隔壁同事讲的代志拢甲生心灵做相关的，我就甲伊听入去，就开始运用。即摆会拄着的问题，就是定定会看别人的反应，就亲像讲，为虾米这个人甲别个人客讲店员来讲，为何这个店员甲别个人客讲台语，甲我哪会讲华语咧？奇怪，哪会捌用华语来甲我讲，我拢用台语甲伊对话，伊哪会捌应我台语咧？无就是会形成讲，哪会大家拢同事内底就是几个同事较好，哪会捌对我嘛共款遐热情咧？就定定有即种比较的心情。这伫Clubhouse嘛会有即种想法，讲为何这个人足受大家重视，我哪会举手人的反应我若讲发表讲话大家反应就无遐好，等等。这种就是以前我会想讲，这就是自我自我就会走出来，自我的意识走出来。毋过即摆我阁想着，就是讲，我甲伊训练家己，就是安怎训练呢？就是我做啥就是我伫做这项代志，别人的反应莫讲一直去考虑，一直咧期待讲应该爱有啥物反应。这就亲像跳舞共款，跳舞阮就想讲是两个人伫跳舞，我讲即句话应该有迄种反应，等等。毋过这就是会发生一寡障碍，啥物障碍咧？就是举一个例，若讲一个社会意识拢有诶话题，还是讲我做诶代志是社会主流诶一寡主流诶一个表现，就亲像讲一个有钱人，伊讲伊会换摇摆，无讲伊诶车是啥物足有名、足贵诶车，大家拢会有兴趣，就会去问东问西。即个时阵呢，我就会想讲，有啥物好臭屁诶？就是有钱尔，我若讲有钱，就安怎。其实即种想法会使我讲无法度伫我家己诶位置，做我家己想要做诶代志。我会变讲会甲别人想要甲别人共款，安尼我认为讲这会互我较无快乐，做代志较无勇气。我就会像若讲我开始伫公司会讲台语因为我开始讲台语，我就会惊别人的反应反应讲这人有可能阁甲我应华语，无就是讲这人可能会嫌我台语讲甲无好，甲问东问西。因为我会惊别人的反应，
变讲我家己无即个力量，无去实现，无去无去，就是做我想要做诶代志。这就因为我会认为讲，我做啥物代志，别人应该爱有啥物反应。毋过我今仔就有去思考过，就是每一个人去做啥物代志，就是伊认为做有价值诶代志。啊，其实就会拄着一个问题，就是别人无一定会共款咧想，嘛会拄着讲有共款想法诶人，就亲像阮诶甲我定定斗阵上班、斗阵下班迄个查某同事，伊就认为讲，若甲我斗阵讲台语、练台语，这是诚好诶代志。伊会使用成本较低诶方式，甲伊诶母语捡转来。啊，我嘛伫练台语，咱两个拢无困扰。伊就诚支持，就会向我讲台语。毋过呢，若拄着别人，我就会犹豫。拍招呼，拍招呼，阮就会想诚济。变讲声音拢足细声，无法度讲认为这是足骄傲诶代志。我会先想别人诶想法，想别人诶价值观，变讲家己诶心虚。这拢是我过度去甲别人诶标准，这社会诶标准，去考虑，去囥伫我面头前去考虑，无法度好好去展现我诶自我，展现我即马会想要做诶代志，就是别脚别手。这就是爱豆豆训练，就是讲，若即马学台语诶话，我就开始想讲，这其实嘛是身心灵诶练习，就是豆豆练。像阮若即马学台语诶话，就是一个词，我为因开始练习，就是以早讲走调音，讲甲重大音，这喙啊、喙齿啊，啥物拢无去注重诶，豆豆仔注重。过来就是去学词，啥物词，拼音，阁有讲汉字，拢爱记。就是豆豆仔去累积落来，其实就变讲，我一定就是会比无去练诶人，程度阁较好。只是讲这物件，我嘛会想要比较，讲别人介生，一个仔就会晓啊，我哪会爱遐久？毋过，我若有坚持诶话，其实拢会达成讲，程度变好，知影诶事变济，袂讲一寡怪怪诶，台语诶词，阁有啥物文章，写文章着怪怪的，无啥物自信去写台语诶文章。毋过我若一直练，一定会练甲袂歹。我其实是知影，所以讲，即摆若老师伫拜二诶台文课诶老师，陈芳辉老师就会讲，啥物人诶作业安怎做甲安怎，有啥物要牵教诶，我就袂惊讲我哪会毋是第一名啦？我毋是进前家己嘛学，其实拢无即种想法。我想诶就是讲，会趁即个机会，我会当学着偌济。就是若讲，伫
教囡仔讲母语迄个 Clubhouse 的活动，我嘛是共款的想法，就是毋免讲我是表现上好的，这是较无简单，而且其实这表现嘛无啥物比较。我就是紧我教伊的绘本，我想要讲的，好好准备，准备的过程中间，就是会愈来愈顺，愈来愈厉害。就是安尼。毋免去看别人，毋免去一直讲，奇怪，别人，希望别人，我比别人搁较厉害，著甲我甲别人，著伫遐比。即拢是我以前的想法，这可能嘛是过去教育来的。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去读国校的时阵，我著会甲一个同学比较，讲伊身材比我搁较大颗呢，我真好，我比伊搁较瘦。为虾米爱用即种比较，较会认为讲，我较好，就是爱比别人，比过别人，较会认为家己较好，就是即种信念去限制家己，讲无法度去想家己，明白家己。这拢足正常的，就亲像以早迄个环境，你无法度去明白台湾，明白讲台语，明白足侪代志，拢是这主流的即个环境，互我啥，我着接受。即摆嘛是啊，即摆若公司上班，以早拄仔来讲，就是谁做主管，谁领足侪，谁伫咧公司做组长去互大家重视写这程序写甲上厉害，互大家学乐。以早我拢伫咧追求即种物件，我拢无想讲家己伫倒位，家己想要做啥，就认为伫咧公司就是代表一切。若离开公司，就找无家己，就啥物拢毋是。我相信大家拢是安尼，因为讲为读册时阵，就是安尼的思想去建构，咱每一个个人，变讲做侪人真正无去比较，都毋知影讲，家己到底什物定位，什物角色，都顺着讲这社会主流的这种剧本，这种模范的版本，袂去问讲家己专长伫倒位，会使安怎发挥，阁有讲想要做啥物代志。我即摆就会使定定问家己，我想讲，好好学台语，我嘛会晓写小说，我就会使甲两个结合，我就是写一寡台文的文章，有人看无人看拢袂要紧，阁有讲一寡影片，无就是Podcast，就声音尔因为影片可能阁爱一寡成本嘛，你阁爱去找时间去找画面，无就是可能迄个人拢爱出来嘛，就是爱做一寡处理，就较开时间、开本钱。虽然嘛是诚侪人较爱看，敢若有声音尔，迄成本较低，毋过嘛讲较简单。无稀罕的人嘛较济，就亲像讲有人去做迄戏剧，戏剧其实着爱诚济人、诚济钱毋过做起来就是大家较爱看。我若讲
无需要做到即种程度嘛。我就是会使，伫 YouTube 啊，还是 Podcast，因为即马是网络媒体自媒体世界，就会使讲加讲一寡物件用台语来讲。有人看无人看，就毋是我要考虑的。我若去做，我认为有意义，伊就会产生力量。我家己嘛是会当去伫内底去愈学愈济。毋过以早当然就是会定定去看别人的反应。我写小说嘛共款，我进前写华文的小说，嘛会看讲有几个赞啊，别人会当接纳我即个人无？我即个作者，我的作品，上重要是作品，就变讲，因为别人的反应，互我家己就是痛苦，无就是无想要继续做，就是会受到即种代志的干扰。阮同事就会定定讲，上重要其实是家己啦，毋是讲别人安怎看、安怎讲的反应。这理论知影，毋过就是会受到影响。这我认为是无训练啦。咱长期以来就是伫即种社会教育、学校的教育安尼成长的。即个时阵呢，我若讲要去，无法度去改变社会，毋过连改变家己，拢知影道理，但是真正做起来其实是颠倒变。无法度讲知影啥物道理，就真正安尼做，就亲像讲，有的人对物质、对金钱，对有一寡无安全的感觉。虽然伊嘛知影讲，心不待来，事不待去，伊嘛知影即个道理。毋过咧，叫伊真正安尼做，伊真正嘛无法度。这就是爱为细汉的代志豆豆去训练。我拄仔好就是咧学台语，着学台语着爱开喙讲，无就是爱去做一寡代志嘛。上重要就是开喙讲。像我若写小说啦，我写会想讲，我着莫公布。其实就无即种考验。我若开始公布，当然就考验就开始啊。就想讲，我写遐辛苦，我写好，怎会逐家拢无要无紧啊，嘛无看嘛不要紧啊，无是逐家拢较有兴趣的是别种文章，毋是我即种文章，拢会去比较。比较以后，就想讲，无人看，我阁需要写嘛？这其实就做亲像即摆我学台语，就讲，即摆主流就毋是台语，而且逐家对于讲爸母话啊、讲母语啊，注重的人其实无济。所以讲，我若即摆开始讲台语的话，就算是母语是台语的人，伊嘛感觉足奇怪，就会讲我做一寡代志，别人会认为讲足奇怪，你怎会爱安尼做？是因为对伊来讲无重要。毋过，我应该爱看讲对我家己的意义是啥物？对我即个人的意义，应该爱放伫头前。别人认为安怎，我会使理解别人的想法愈来愈远，其实嘛是一种诚好的代志，因为就毋免讲受着干扰，就是受着讲我怎会无法度讲像啥物人共款，某物人共款，奇怪为何
会大家拢无注重啥物啥物吼，就毋免遐济疑问啊。就是讲，若观念甲我较相像的人吼，较有话讲的人吼，就加开讲安尼做珍惜咧。若讲有人伊注重的物件，就毋是这是阶段的问题，这嘛毋是啥物人对，啥物人毋对。若安尼的话，我嘛无需要讲去甲别人的反应摕来处罚家己，就是毋免安尼。我即摆就是会当学，尽量学，就是找时间好好学。学了当然就是会发生讲，会进度可能天道进度啊，拢我可能开时间搁较济，毋过这就无比别人搁较紧，学甲无比别人搁较紧，搁会长大，还是讲甲自细汉就一直讲台语拢无断的人去比，你就会做牺牲。这拢是会拄着的，毋过我应该就是爱坚持家己其实毋是讲爱坚持讲台语啊，因为台语安怎安怎，毋是安尼，毋是即种意思。所谓的坚持，就是讲我知影我做的这代志，对有一寡人来讲，无啥物价值。毋过我无需要受因的影响。当然嘛有认为做有价值的人，会甲我鼓励的人，我就会使较倚敬，较加听因讲。我嘛会当体谅讲，有一群人就是讲这哪有啥啊，这无重要啊，你哪会一直甲我强迫？这就可比讲宗教即种物件。有人就讲信教敢要创啥咧？信教搁爱捐钱，而且搁替互人洗脑，搁家叫，讲感谢主啊，感谢啥物人啊有人就认为宗教无重要，毋过有遮笑宗教的人着洗礼的人就讲这足重要，人哪会使无无信仰？伊就无共款。当然，安尼的人会使甲一寡有信仰的，搁上好搁讲台语的人，就斗阵，结一组，安尼嘛是诚好的方式。伊就毋免定定去外口去找迄无信仰的人，路上的人店员定定伫遐怨叹。我即摆就是有行即种路，就是行毋知路即种感觉就亲像讲我写小说，其实会欣赏的人就无伫伊遮，毋过我就会去强求，讲怨叹哪会安尼啦？阮若伫伊遮找无知音知己，我阁会当去台找咧。我就伫即陷阱内底去一直去循环，毋过拢无得到足好的结果，阁力量。所以我即摆就是开始爱知影讲，我若讲重视讲生心灵这人生，阁有讲我家己应该安怎做等等。当然就是较食甲隔壁的同事开讲，毋是对面的同事。对面的同事伊嘛诚好，毋过伊是较主流，伊甲以前我足相像的，就会想着讲，这公司的制度这公司哪会遐软正？这公司会趁钱无？有前途无？看的物件可能是商业周刊啊，要看爱安怎培养家己的竞争力，等等。所以我可能就即摆若我对人生的一寡
探索一寡想法。若甲对面同事讲，当然伊就会想讲你这个人怪怪。所以讲开讲啊、交流、沟通，我拢知影爱去找讲，频率共款的人，就亲像讲，我有一个同事，伊早伫电视台实习生，实习生迄个同事，我顶摆个是有甲伊开讲，我嘛开讲啊诚好。虽然伊看的物件毋是赛书，毋过嘛是共款的意思。伊看阿德勒，毋是阿德勒讲毋对，荣格伊就会看即种册，讲人生到底伊是流浪者咧，还是讲啥物殉道者等等。伊就是探索讲伊即马伫人生是行到啥物坎站。即种物件拢是明白我是啥物人，我伫这宇宙的意义是啥物，等等。若是讲我对这话题就即马当热，想要知影，我阁去找一寡无重这物件的人，我就实在是真正找家己麻烦。我阁定定去比较，讲怎会有诶无诶去比较，这毋是足奇怪。所以讲，阮即马就是爱有智慧，爱真巧，知影讲，像讲台语即件事，我就是为着爱定定讲，即摆翁袂歹，就是讲我甲阮翁讲台语啊，我就会一寡华语，一寡台语，安尼烂着讲。伊若问我讲这啥物意思，我就紧解释，就无像以早。以早我就讲，就搁用台语搁讲3届，伊就真倒弹，讲伊就听无，我搁一直硬讲安尼，是找伊麻烦吗？我即摆就知影，就两个都较知影，就较知影，我甲伊的个性，用啥物方式，阮即摆嘛会使去讲一寡台语伫生活当中。若讲甲阮翁斗阵去讲一寡台语，我就会知影讲我这可能讲啊较无好势去练习，因为爱使用嘛若参加一寡活动，嘛是讲有机会使用。阮即摆是较无去 Clubhouse， 因为有时阵想讲，若像以早雨晴的台语房是袂歹，就是足自在，讲好讲无好拢不要紧。毋过伫另外一个有安尼记的台语房，就变讲，若拢查某的，因就开始会讲华语。查某的斗阵就真奇怪，拢做爱讲华语，有可能讲华语较好表达一寡想法思想。迄当然嘛是因为无去训练啦。若定定用台语去甲人开讲，迄就会训练就颠倒，就用台语较会当表达家己的想法。毋过这就是社会主流，就是若伫Clubhouse顶头拄着查某的，大家就较容易讲华语安尼。我嘛不要紧，因为我即摆嘛是有广播电台，我有去听足济，拢讲台语的，嘛毋只是讲白药仔，嘛愈来愈多元，嘛有一寡是教育电台，较有即种无共款的语文，即种无共款的题材嘛是有。所以讲，
就变讲我听台语的需求啊，伫卡巴 house 台语房的需求就较少，就变讲我就会较定定听广播电台，因为较稳定嘛。广播电台你知影，伊就会一直讲台语啊，伊袂讲你搁爱去播看觅，讲我即摆去哩会拄着啥物人，因会偌久会转华语，就较毋免安尼。就一开始去 Clubhouse 是为着去掠迄语感，语感，嘛会使讲浸伫即环境内底，拢听诚济台语，嘛是讲会当开喙去练。毋过即摆就是讲，开喙讲台语有，但无仔毋知影讲要讲啥，所以讲即摆着尽量着看家己啦，着毋免讲，着是想要做啥就做啥，毋免讲考虑足济，讲我应该爱安怎，毋免安尼。着是阶段无共款，可能我的兴趣着无共款。即摆着搁开始练台文字、台罗字，拢去家己练。嘛搁有家教，台语的家教，就是会带我去讲，就一直练讲，知影讲我倒一个发音，有重淡，发甲无水。就是有一个基础安尼，其他当然就是爱靠家己去做作业，家己去练安尼，就是尽量啦。就袂讲，为虾物，我爱开遐济时间，去店员嘛是安怎安怎，就是我的价值毋是店员去决定的。为何我爱互店员去影响我的心情呢？若讲我真爱讲台语的话，无对象，我嘛会使用台语来讲日记啊。明明是会当有遮巧的方式，毋过我就会想袂开。想袂开的原因就是，长久以来的错误的信念造成的。错误的信念就是讲，我得到上济人多数人，足济人的认同、认可，搁有淡薄仔讲虚华，就想讲逐个会想讲，这人足厉害，拢讲台语无？结果呢，颠倒有人讲这哪有人是伫外口拢一直讲台语啊？这足无好诶，做沙文主义诶，就变讲，我想要去顶一个，颠倒讲，我若用即种想法，我若听别人讲有无共款诶意见，我毋是加艰苦诶嘛？所以讲，我爱甲我诶中心甲掠转来，掠转来，放伫我家己诶面头前，我诶内心，袂当搁讲，啥物人哪会无啥物反应，毋免搁安尼啊。以早是读册诶时阵，看老师、看爸母诶反应，大汉以后，看边仔诶人，共缘诶人，共缘诶伴，搁有顶师，搁有先摆，看因诶反应，去明白家己诶价值，这着较长久以来就是安尼。我嘛是一直，我嘛是一直去争取别人诶认同，就亲像学台语、推沙台语母语即个课仔内底，有一个甲我诚好诶退休诶老师，伊就是甲我有做相像诶，伊就做有热情，伊要付出诚济，伊想讲，为别人诶反应伊付出遐济诶即种
甲家己的热情摕出来，看会当去换迄成就感，换一寡存在感，伊就有即种想法。就是有淡薄仔交换，但是咧，伊就欠讲伊家己会使肯定家己的能力，迄个力量，迄个意识。其实我嘛无够强，就是讲我做啥物代志，就算敢若我一个人知影尔，我嘛是有即个才调，会肯定我家己。这其实道理拢看看，但是真正去做是爱训练。我即摆就是爱为这个方向去做。就亲像讲，以早我着细汉的时阵，认为讲，我朋友无够济，迄个时阵就想讲，上主流就是受欢迎啊，足侪人拢对你有好感啊，迄是细汉的时阵的想法。所以我就会争取啊，想讲去做啥物足特别的代志，想袂到讲我的同学啊，对我做这特别的代志，因颠倒讲这人足怪的，会使较低调的无。你做这代志嘛无足够啊，像我会发表一寡言论啊，什物同性恋啊，什物有诶无诶。别人会讲足困扰诶，老师拢足困扰诶。你困扰，你互老师困扰，就是互全班诶同学拢足碍虐诶。你就是全班诶阻碍啊。就变讲我会用看别人诶反应，我会期待，其实拢是做一寡白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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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代志，想要得到主流诶认同，这其实是真矛盾诶一项势头啦。毋过我着一直去做这足公诶代志，无成功就是足自卑感，就想讲这社会是甲我足袂足斗袂起来诶。就变讲，因为我使用的方式毋是有智慧的方式。即摆呢，因为网络的世界，共温声有愈来愈侪，变讲你去找这线顶的读册会，毋免见面，毋免讲谁介绍，其实足简单，就会使拄着，就是有共款意识的人。所以讲，这着互我会当有一个成长，就知影讲，家己就是爱去找家己以后嘛，而且我若需要认同，就莫去找一般人。一般人其实伊就无注重这，莫甲人为难，所以我就无需要想讲第一同事一般人上多数的人拢有普仔声拄仔拍普仔互我一寡普仔声，其实拢毋免啦。这是我都毋是做啥物做主流的代志，做一寡趁大钱做有名做有知名度等等，毋是做遐主流的代志。当然无法度讲所有的人拢甲我认同。这就亲像我伫写小说，明明我写的小说都是无遐大众拢爱看的题材，毋过我就会去强求讲，伫平台大多数的网友
拢介意我诶小选。我就是做共款诶代志，产生痛苦，别人嘛是做，想讲你这著无合因口味，我著搁一直摕来互因，搁一直推销。阮嘛即摆嘛是做共款诶代志，就是明明讲母语推销母语，讲台语是正侪人拢无即种意识，拢无重视。我煞来希望讲每一个人拢有诚好诶反应，都有共款，拢做共款诶势头啦，其实著毋免安尼，我著豆豆做，做这拢是为着家己，互家己成长，互家己知影搁较侪代志，所以讲毋免讲用一寡，毋免用一寡想要做主流，想要做侪人拢举大头拇诶即种对象。毋过我做诶代志，煞搁是社会社会无注重诶代志。这当然就是变讲家己嘛郁卒，别人嘛想讲这个人是安怎，就亲像讲，若大家来开讲诶话，我若讲一个主流诶代志，像讲若大家拢亲情，我讲一个某物亲情诶代志，大家当然就诚有兴趣。毋过我若讲一个家己公司一个啥物人诶代志，毋过伊嘛无嘛毋是足特别、足八卦诶代志，大家自然就无兴趣啊。无兴趣，我若搁足失望诶，这毋是家己找麻烦吗？就是这著智慧无够啊。若亲像台湾国诶人，我著有欣赏，因毋是像以早安尼，就是讲比大家讲认同台湾国，因都毋是安尼，因都知影讲因是少数。毋过伊甲即个香火传落去，就是毋免诚侪人拢入来即个科仔，因为安尼颠倒有一寡麻烦，因为每种人愈侪，十句话有9尻川，十支喙9尻川，所以因知影这道理，因就是去找会当坚持，而且会家己较熟悉诶人，其他外围诶人像啥物母语退杀伊嘛无想讲这著爱过斗阵，结咧，伊嘛无即种想法。虽然会去交流，嘛会做一寡推杀台语诶活动，毋过呢，因袂去强求，像我伫 Clubhouse 拄着迄论诶，伊就诚好伊就知影讲，外口诶人就是安尼想迄这哪有啥？伊知影伊是特别诶，因迄个团体是少数，毋过足珍贵诶。所以伊做啥物代志，拢做有自信，拢做有力量诶。袂讲今仔别人讲啥，伊就开始自我怀疑。毋过我即摆就是伫自我怀疑诶阶段。大家若反应是安怎，我就开始怀疑讲，哎呀，我是毋是爱放弃？我写小说，华文小说诶时阵嘛是安尼就开始怀疑讲，我是毋是莫去写遐黑暗诶？我是毋是莫写遐长诶？安怎？自我怀疑。我应该知影讲，我即个位置虽然是少数，毋过就是特别诶。特别诶是有即个价值，有即个
存在价值。若每一项拢共款，这就无啥物价值。我的价值就是讲，我是我家己，我是这宇宙足特别唯一的。毋管是思想啊，我伫做诶代志啊，我成长诶阶段，拢无一个人会甲我共款。我看即个文章，就是迄叫天鹏国，即人在写即个足有钱诶人，上流阶层，有钱人诶阶层。写诶即文章足有趣味诶，足深刻诶。伊就是讲，虽然是做好业，家庭资产足济，毋过咧，伊伫因迄群人伫教育，就变讲伊会去问别人，拢安怎做？去送啥物私立诶学校、贵族诶学校，送家己诶囡仔，因就毋敢甲别人无共款呢，就会去，就是讲因变讲因其实无法度做家己啦，变讲别人拢遐优秀，因嘛爱互因规家伙仔拢共款优秀。当然，因为因一开始去找对象，就是拢找优秀诶人，家己变遐优秀嘛是讲就会使找共款优秀诶对象。家己生囝嘛是爱诚优秀，着爱训练甲诚优秀。毋过，即个优秀有可能就是讲一种标准，每一人拢足惊输别人，所以因伫斗阵诶时阵啊，因上爱听诶，上爱讨论诶，就是啥物人出册啊，啥物人教出来诶囡仔，就是做歹代，跳撒起来，对路。因听会足安慰，讲虽然阮厝内即个查某囝无遐厉害，无啥物人第一名，无像伊遐好，毋过比即个人搁较好。这都有表示讲，拢是爱去比较，较知影讲家己爱活拍拼，家己有够吧？做有够，还是做无够？即种意识就是颠倒足加强诶，嘛无法度有人甲伊解破、点破嘛，因为因就是上厉害诶啊，哪有啥物人会当甲伊点破咧？变讲，毋过我着无共款啊，我着家己会使加想加做。因为我无即种包袱，即种有钱诶社会诶阶层，迄一层有一个同温层诶压力，看袂着外口诶人，因为你若无比佫较优秀，伊是袂去听你诶，伊会想讲你这啥物经验，这哪有可能是对诶？毋过我着无即种包袱，所以我着会使会当接受讲家己无够好，无比白过别人，一开始着想要比别人佫较好，即马着会豆豆仔接受讲毋免安尼，较有这弹性。即马就是爱好好去，就莫互家己受着别人影响，就除了讲发生代志，我会知影讲这是自我诶意识去诶想法，甲真正诶家己会当隔开以外，其实嘛是会受伤，嘛会心情无好，拢会
搁我著爱加另外一个物件，就是讲，为虾物要互别人来决定呢？因为我做啥物代志，其实即种价值是因为我甲别人无共款的价值。毋是讲我比别人搁较好，还是讲比别人搁较优秀，比互别人牺牲，别人拍抱仔，即种较是有价值。所以我会当去思考。